爸爸，哎，今要烧啥？冬至到的，一道吃羊肉的，烧一盒红烧羊肉吃吃，补补胃。早晨起来啊，吃一碗红烧羊肉面啊，到中老胃中。哎，冬令进步啊，今年羊肉比往年便宜，6条39块，去年42、43。羊肉先测一测试，不葱姜。红烧酱油、冰糖调味，葱姜摆来了桌子，加开水，烧开，烧1个半钟头，当中翻翻面，让味道均匀。豆腐可以收收汁，烧到羊肉软烂就好了。搿么大蒜叶是红烧羊肉的灵魂，吃上去鲜香了不得了。羊肉嫩啊，嫩的。这块没在啊，猪搞做了不得了这块。